一点。哎，nham nham nham nham。好。哎，再给他。今天你的中国一片真心。干嘛呢？哦，爸爸看他的，哇！有个飞机啊，小飞机啊！昨天你不就坐的那个小飞机吗？看一下这边很漂亮啊，这个景色很漂亮，好漂亮。好的，我给他吃，坐下去。我们先吃橙子，然后后面吃苹果，好吗？来，妈妈先给你掰一个橙子，你要拉屎呢今天。这是爷爷的扣后背，不是拿去放下。蒸奶奶帮你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螃蟹好不好？我再洗洗手，我帮你妈，让你妈妈吃。不用张婶。这里是啥？是啥？他的眼睛在哪里？你好好观察一下。这是螃蟹，抓住这大螃蟹。哎呀，这。看，好多鱼，好多鱼是吧？这里
了。妈妈，你什么魔豆车？好，骑吧。魔豆车嗡嗡嗡嗡，嗡嗡嗡嗡，好，前面看，前面看，前面看。拜拜，再见。哦，不玩湿啊？啊？他不玩湿，那爸爸你别让他玩湿。来当书的，你来很早的时候，14年的。哦，拿过来喂小小兔。给小兔吃。不是画葫芦贝对吧？给小兔吃。来爷爷这边嘛，你跑啥呢？